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昨讲拜二伫辅仁大学举办一场武林大会，合作兵器击击，有200多人参加，展现咱台湾兵击运动的规模愈来愈大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日就是击，攻击的击，塔戈一击第4条。击有卡意思，像咱讲击剑甲击鼓；另外这个击嘛有攻打意思，像讲攻击甲对击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攻击，会当讲是攻打进攻；现代嘛会当讲是用讲话或者是文字的方式来批评别人。第二个词读做打击，有攻打意思，嘛会当讲是互人失志或者是互人失志的代志。像讲这件代志互伊真大的打击，嘛会当讲是唔通打击伊的信心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警察接到消息，决定行动，先封锁所有的出入口，准备要来攻击诈骗集团的手。这届要给诈骗集团、犯罪集团一个严重的打击，一届就算了了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击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